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領養社工1分鐘》，我係宇峰。今集想分享嘅就係點樣真正去了解臨終者嘅需要，佢哋有啲情感呢，你係不可忽視嘅。咁好當然就係臨終者好需要係適當地控制或者舒緩身體上嘅痛楚，但係其實佢哋嘅靈魂亦都有需要被別人去聆聽啦，被關心同埋被慰問，讓佢有情感上嘅一個聯繫，得到一種安全感。臨終病人有可能有唔同嘅反應啦，有啲好感恩嘅就能夠好平靜、好祥和咁樣面對，但係亦都有一啲病人去到臨終嘅時候顯得好焦慮啦、好迷茫啦，好似唔知點樣咁樣。咁我哋就嘗試再深入地去了解佢哋可能面對緊嘅一啲情況。咁例如就係可能會恐懼啦，會擔心死亡啦，有一個死亡嘅焦慮。另外可能會覺得自己係屋企啊，或者係社會上嘅一個包袱或者負擔。另外佢哋可能會覺得，生命好似被困住咗，而感到有一種憤怒。咁我記得，我細個嘅時候，爸爸患癌症，其實佢都有好大嘅憤怒。但係一路學習，一路成長嘅時候，我哋就會發現，其實佢表面上好似係對屋企人嘅一種 anger，一種憤怒，其實往往係嚟自對自己嘅。責怪自己啦，或者係點解在佢嚟講最重要係生命，但係呢個生命已經係 out of control，已經係冇辦法再控制到，而呢一種無助感就係往往係內在嘅一種憤怒。咁我哋希望能夠明白臨終者多啲啦。咁另外，佢哋可能會經歷呢個失落或者絕望，亦都可能會我哋叫做靈性上嘅一個失落，可能佢會好嬲，好嬲神，好嬲上帝，點解要咁樣樣折磨自己啊？咁啊，曾經都遇過唔少病人，有着呢一個靈性上嘅 suffering。咁我哋可以邀請資深嘅牧靈主任啊，或者佢嗰個病人信任嘅宗教人士啊，讓佢去同佢去分享啊，去聆聽佢。咁另外有病人都可能好盼望有奇蹟出現。例如我記得曾經推住輪椅一個好後生嘅女士，咁佢就話好希望自己好返。咁呢個時候，誒、我哋唔需要否定佢，或者唔需要好殘酷地話啊，其實你已經都去到好晚期啦。咁樣其實唔需要嘅，我哋反而係抱住一份嘅好奇，一份嘅慈悲去聆聽佢。例如我會問啊，咁你希望有奇蹟出現，咁出現後你最想見到嘅畫面係點樣啊？咁當時嗰位女士就話：我好希望呢能夠買一間屋仔。咁我就好奇問啊，屋仔係代表乜嘢？佢話好希望能夠有一段新嘅婚姻，有小朋友，然後重新去建立一個美好嘅家庭。其實臨終病人有人能夠聽佢講，明白佢，陪伴喺佢身邊已經好足夠。咁另外就係可能會覺得好遺憾啦，好多臨終病人覺得好似自己蒼白地走過一生。其實我相信唔係嘅，個原因係因為當死亡來臨嘅時候，佢哋可能將所有嘅注意力都 focus 喺死亡入邊，讓佢哋冇辦法去睇到自己精彩嘅一生。所以生命回顧係非常之重要嘅，喺臨終關懷入邊，你可以讓佢睇到人生嘅起伏啦，佢自己嘅內在能力啦，甚至係回顧佢一生最精彩，或者佢在佢嚟講，佢覺得做得最好、最成功嘅嘢。咁另外，病人可能會同你講，好希望自己可以早啲走啦，唔好 suffering 啦。
咁呢個時候點回應好呢？我哋唔需要去否定佢，亦都唔需要去認同佢。我哋要保持住呢一份覺知，而係聆聽佢，讓佢覺得被明白就已經 OK 嘅啦。咁另外，病人可能會想見到一啲以往嘅朋友啦，或者屋企人啦，或者希望尋求對方一啲嘅原諒啊，咁樣好讓佢哋能夠無憾咁樣走。咁呢個頭先都有分享過，就係有機會會向你啦，或者向醫護啦，甚至係全世界啦，好嬲啦咁樣。咁我哋要多一份嘅體諒啦、明白啦，可能會掛住一啲嚟唔到陪佢嘅親人啦。咁我記得有個婆婆好想見個女嘅，但係女係因為一啲遺產嘅事而嬲咗媽媽，咁一路都冇出現咁。誒，好多時候都我哋都可能好無助啊，但係我哋亦都可以同佢回顧，聽佢講啦，聽佢講佢嘅想念啦，佢嘅掛念啦，佢有冇啲嘢係誒都想讓女兒知道啦，咁好感恩嘅就係有啲病人係因住佢可能佢嘅信念啦、信仰啦，佢生命中嘅 practice 啦，相對上係容易啲係去迎接死亡嘅。咁如果你觀察到親友可能有一啲難以表達，或者見到佢哋焦慮嘅情緒，而你又覺得好難去 handle 嘅話，都邀請你尋求專業人士嘅協助。臨終者嘅傾訴對象咧，有陣時未必係醫生，未必係護士，又未必係屋企人，反而係一啲日常去前線照顧佢嘅護理人員，誒、例如幫佢哋沖涼啊、抹身啊、換片啊咁樣。所以我哋團隊係非常之尊重前線嘅護理員。有陣時我哋都會問佢啊，呢個婆婆佢最近點啊？佢有冇啲嘢特別分享咗啊？咁樣我哋都好希望能夠同前線嘅護理人員去了解多啲。咁最後就多謝大家收睇呢一個領養社工1分鐘嘅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你對我哋嘅資訊有興趣，邀請你免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，期待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。拜拜。